港島區地段上一向都俾人睇高一線，而我哋今日就嚟到北角參觀一間658尺嘅3房，而且喺度生活嘅交通同配套亦都非常成熟。屋苑嘅附近最少已經有2個商場，而且呢度步行嘅港鐵站都唔需要5分鐘時間。有冇諗過如果港島區揾翻個3房嚟置業呢？今日我哋到丹下花園。大門玄關嘅位置可以考慮安放翻個鞋櫃，而旁邊就係廚房，保養上亦都相對新淨。而客飯廳就係我中意嘅女子廳，可以做得客飯廳分明，而且對流窗都係增加翻空氣嘅流通。所以700尺唔夠嘅單位嚟講，客飯廳有呢個空間，亦都係非常罕有。而浴室有一個唔錯嘅空間感，再加上有活動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通。而睡房1同埋睡房2喺開積上亦都相對方正，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主人套房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亦都有罕有嘅對流窗。雖然景觀都係樓景為主，但係都有一定嘅距離，唔會有壓迫感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，如果想嚟睇呢個單位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呢。大廈維修進入尾聲，今日嚟到北角半山，擁有自家 shuttle bus 嘅天寶大廈。要談論到住嘅地方有個舒適嘅空間感，而客飯廳亦都有罕有嘅對流窗嘅話，天寶大廈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參觀個2房單位，受用有753尺，大門嘅旁邊就係廚房，廚房中空嘅設計亦都係非常之少有，而旁邊亦都改動後增加咗唔少嘅收納空間。喺度煮嘢食嘅話，有個唔錯嘅舒適空間感。而客飯廳係有2邊嘅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通，間隔上亦都方便翻家私擺位。而露台嘅位置望翻出去，可以遠望到九龍區嘅山脈同埋部分維多利亞港。2間房嘅間隔亦都相對之方正，就算擺咗衣櫃之後，都仲有唔少活動空間。而且我哋今日參與嘅單位有個特點，唔單止係客飯廳嘅，2間房都可以望到部分維多利亞港。而浴室嘅部分係有活動窗，增加翻空氣上嘅流通。現時業主叫價係1260萬，連埋車位。如果你想住嘅地方可以寧靜一啲，再加上單位實用一啲，天寶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，又可以欣賞多一次維多利亞港。